緊接落嚟，我哋將會頒發個人獎項，因為講到環保上嘅成就，唔單止係屬於企業，我哋每一家公司嘅背後都有管理層同埋有唔同嘅員工，佢哋都積極咁樣為保護環境作出貢獻。因此，我哋大會亦都特別設立傑出綠色青英嘉許計劃，目的咧正正就係要表揚呢一班對環境充滿熱誠嘅員工。唔單止啦，係保護環境，盡心盡力喺機構嘅內部咧推動環保嘅工作，更加將環保嘅概念同埋理念，仲有信息係積極咁樣推廣至社區，真正做到由內至外都帶動環保。咁首先，我哋將會頒發嘅獎項就有最傑出綠色青英、傑出綠色青英以及綠色青英獎項，以表揚佢哋喺環保方面嘅卓越表現同埋熱誠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都馬上邀請頒獎嘉賓嚟到台上，掌聲有請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主席李志康博士工程師，掌聲歡迎。馬上我哋頒發嘅獎項係最傑出綠色青英，得獎者係光明學校鄧詠欣女士。恭喜光明學校鄧詠欣女士獲得最傑出綠色青英獎項。我哋有請兩位望向正前方鏡頭，恭喜晒鄧詠欣女士。而繼續我哋會頒發嘅獎項有傑出綠色青英，第一位得獎者協興建築有限公司李展鵬先生，得獎項目加路連山道商業項目。恭喜晒李展鵬先生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有請第二位得獎者，佢就係利基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林敬犬先生，得獎項目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二階段長洲污水處理及排放改善工程。掌聲祝賀。至於第三位得獎者，就係啟盛管理服務有限公司卓文輝先生，得獎項目加州豪園。我哋一齊望向正前方位置，恭喜晒卓文輝先生。接住落嚟有請第四位得獎者，香港海洋公園張可怡女士。恭喜對於自然環境保育同埋保護嘅努力係得到認同。再一次借助大家熱烈嘅掌聲，恭喜晒以上嘅傑出綠色青英。接住落嚟請繼續留步，我哋要頒發嘅獎項仲有綠色青英一眾嘅得獎者，有請我哋一眾嘅得獎者一齊移步嚟到台上，我哋一齊同李博士影張合照。大家可以展示手中嘅獎狀。好，李博士可以喺中間位置，我哋大家展示手中嘅獎狀啊！望一望中間位置，台上面見到有我哋一眾嘅綠色青英得獎者，一齊望向正前方。恭喜晒咁多位，亦都再次借助大家熱烈掌聲，我哋感謝李博士為我哋頒發獎項。麻煩李博士可以先移步到台下休息。